真没想到在罗沟还能吃到正宗的徐州菜煎饼，最主要的是便宜啊！一大盘菜加2个鸡蛋，还有1个里脊肉才13元，一个饼能吃到撑。好的，11块。微油木生粉13元。肉红糖，甜的吗？这个是红糖，就原味的那个烤糖。放这里。不是这个。不知道，不对。你们那个放辣吗？有吗？这个不放辣是吧？12块。